拜见岳父岳母。孩子们，起来吧。小旭，请岳母饮茶。伯爷，画画在搬家，从小自在惯了。以后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，你一定不要怪他。你要好好的教他。他虽然贪玩，可是学东西还是很快的。小旭明白。画画，以后要好好的照顾伯爷，两个人要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，知道吗？伯爷，画画呢，从小比较任性，还望伯爷能够多多担待他。岳父多虑了。画画在我眼里没有不好的地方。小旭，请岳父饮茶。岳父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画画的。有伯爷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爹，娘，画画以后一定会常回来看你们的。你们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那我们便先走了。花花，爹舍不得你呀，闺女。爹，姐，我也是真替你感到高兴啊，花花啊，闺女，高兴呀，小姐，高兴，高兴啊！小姐就要照顾好爹，我舍不得你，好孩子，高兴点啊！大家听我说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走，咱们别去，这边，走，这边，小姐，我们走。这边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长乐公主柔嘉典雅，智勇过人，赈灾平乱，惠我大业。册与承安伯于大乐宫中成婚，举国同贺，百年好合。倾泻水中央，情难自禁轻轻唱。两位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啊，花花，没事吧？